你哋打工會唔會覺得啲客人成日都覺得自己係大晒嘅呢？話說有一日，我一大朝早打開部電腦諗住做嘢，覆咗第一個 email， 點知個客9秒9就打電話俾我。由於我電話冇 set 到客人個名嘅關係啦，所以我唔會知道邊個客人打俾我。處於聽與唔聽之間嘅狀態，最後決定聽咗個電話就行錯咗一步棋啦。個客由我接聽佢電話嗰一下開始，全程鬧足我10分鐘。我哋稱佢為燥底客啦。佢鬧嘅內容圍繞住我 send 俾佢嘅 email 個內容唔合乎佢心意，格式唔合乎佢心意，我回應嘅方式唔合乎佢心意。其實呢，佢嘅心意我就之前已經覆咗佢一個 email， 而嗰個 email 呢係完全符合晒佢嘅心意嘅。呢件事呢係回歸返去個客個同事嘅身上，佢個同事唔知咩原因，一日內 send 咗2個一模一樣嘅 email 俾我，只係個 subject 唔同咗啫。而我第一個 email 就根據燥底客嘅心意已經回應咗佢個同事㗎啦。另一個 email 就回覆佢個同事，內容就係話，由於你已經 send 咗另一個 email 俾我， email 嘅內容完全一樣，重複咗，所以我就已經根據你另一個 email 回覆咗你，你可以 refer 翻嗰個 email 嘅。點知個燥底客呢就打電話俾我，就係鬧我第2個 email 唔應該咁樣覆佢同佢同事，唔應該話喺另一個 email 已經覆咗，應該再重複講多一次。無論佢 send 幾多個 email 嚟俾我呢，都要重複幾多次。即係舉個例子啦，如果佢 send 咗10次俾我嘅話，我要同一件事講返10次嘅。咁我自己嘅角度出發就覺得，其實好多事情上面呢都唔需要做一啲重複又累贅嘅嘢嘅。你作為一個客人咁樣唔係大晒嘅，好多企業或者公司而家其實都係用 AI 取代㗎啦。又或者即使佢哋唔用 AI， 都會定期 review 一下自己公司嘅制度、流程或者政策，會將一啲累贅嘅嘢呢移除咗佢。其實呢，好多嘢都變緊。如果個人都係咁唔識變通、咁矇塞，唔願意接受新事物，好容易俾個社會淘汰，或者好容易俾個世界淘汰。唔知你哋有冇發覺呢？其實每個新時代嘅開始都唔係好接受到，或者唔係好喜歡一啲好矇塞嘅人，唔願意接受新事物嘅人，唔願意接受轉變嘅人。喺呢件事提醒咗我，客人唔係大晒之餘，我哋都唔好成為一個咁矇塞嘅人，唔需要一件事重複20次去做。而且都提醒咗我自己 check 清楚，究竟人哋有冇覆咗先，唔好老屈人哋。大家打份工，你好我好，和平係最重要。職場上共勉之。